西宁糖厂现在活动的中山堂，往北边那边又是厂房，拆掉了。以前呢办过那个什么地景节，西宁铁道诺园区地景节，可以进去参观那个糖厂。你看那老旧建筑物变古迹了，你看，外面用那个钢骨结构的盖起来，加高的有屋顶，然后做保护，用心的保护那个历史遗迹、历史古建筑啊。你看那个是防空洞啊，有没有？正前方看过去防空洞，然后那个三角锥围起来那边挖那么大的洞，那么深的洞，可能是在猜想会不会是那个市区的排水要用那个洞啊？市区的排水是不是水路经过那边，然后又排到那个集水溪里面？你看这个也是以前那个糖厂排废输出的通路。